因为他们那几个一发给他们，他马上动作。叫他们听都没有听，一直刷一直刷。好，从头来再来哈。这个扫把要做成这样的时候，这个扫把非常好，又耐用，又扫地又很干净，连飞尘它都，你不要用力扫哦，那飞尘都会飞。你就慢慢拉，慢慢拉。你去摸看看，你扫过的都没有灰尘，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好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哎，那么多不要钱的，裁一裁就拿来做扫把哈。对，只要你会动脑哈，去动的话就会了哈。然后呢，你拿了以后，你的时间要在12月25号以后，圣诞节后哈，你才可以拿。然后呢？他的那个凯明老师呢，一个很多烦恼的，很多烦恼的，烦恼。最近生存里有在教烦恼跟土木史的差别。他有写到的。哎，是这样子哈，像这个有没有？里面的毛跟外面的毛。你要去采的时候，不要都是很密密的哈去采，要不然你还要采过来。还要晒干1、2个礼拜，它才会断水。它还在吸水的时候，它还在吸水的时候，它这个就还在还不会说很干燥，还不会很干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你用拿来晒2个礼拜的时候，它就慢慢被晒干，而不是它在本身的地方去晒干。如果在本身里面去晒干才去采的话，容易断，因为它太干了，如果说我们在它的肢体上，还在我刚刚讲的只有这个地方有稀下来了哈，你就可以采。到家里大概晒1个礼拜，把它断水以后，它这个会脱落，然后你就用那个刷子给它刷这样这样子刷它就，你看它这个还不容易刷嘛，就是因为拿得太早。对。像这个，你看它已经差不多可以脱落了哈，那你用扫把去，你用刷子，这样刷一刷，它比较快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可以这样，它不会飞，所以没有关系。等一下清扫的时候比较很好扫，就这样。这个呢，要弄到很干净。有没有？要刷到很干净，以后我们就可以组合了。我现在是在教，所以我这个就不用了哈。好，现在呢，全部刷好了以后，这个是刚才拿来的哈，这样。好，全部拿来以后，我们开始去组合它。我们要组合它做成一个扫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先绑5个小把。5个小把，就像这个1、2、3、4、5，5个小把，这个再组合起来，好，你要绑5个扫把的时候，我先教你们，你看它里面还要剪掉因为为什么要剪掉？是因为如果太多的话，你要绑成组合起来的话会很大把，你拿的时候不好扫，所以要减少它，对，你看10支，随便不要几支，因为它大小不同。好，来，我们要看一下，我们要绑成1小把的时候，你这个不是对这个东西去，不是对这个皮去放，而是对尾。对尾巴。你这个尾巴像这个翘过去的，你不要往外面弄，你给它藏在里面，让它压住，让它直，这样子这个是还没有点的来，这个点它你放在里面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弄，它的那个毛屑一定要掉光光哦，没有掉光光，你扫地的时候它还会留下很多的垃圾，这样。
好，越少越多。越少越多。越少越。是因为你在处理它的时候没有干净。好，就这样，你看有没有都平？它等一下做成一把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修它的最尾的地方哈。差不多要一样大把，你一绑的时候差不多一样大把哈。你还可以弄的话就这样。好，来这样哦。好，刚好一把了哈。再加一个，好，就这样。你看你摸起来刚好一把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个海蛎干，这个铁丝呢要弄一半。这个太长，还要断，还这样对。然后你要对齐它一样的位置去绑。好，你看你都有吗？好，知道吗？我来分嘛。好。一个人几个？我一个人几个？我买这个熬的很细哎，所以那个圆圆的有吗？哎，那个是等一下要绑手把的。这个跟这个对，先给它一半。嗨，对对。以前的没有铁丝是用什么绑啊？就是它的芦苇的那个啊。以后我如果在乡下，我卖做这个的就是我哈。东海岸哈。是，你东海岸哪里？这个鸟哪了吗？封冰。啊，封冰哈，花莲县。对。好，就这样。要绑的时候，你这个一定要抓紧哈，然后你这个就可以这样子。这样，好，你再拉，要弄紧的时候要再拉，好，这样，很紧了哈。好，你看，然后呢，敦含这个剪掉以后呢，藏在里面。等一下组合的时候要藏在里面。老师好像说不完呢。耐心要有耐心。对。哎，对，要有耐心哈。我刚才弄的几个了。好，这个剪刀哦。这个剪刀我你用柄去没会。好，你看哈，我刚才不是说要里面的要剪掉吗？这样才不会那么粗。哦，还要这样。对，这样，所以在这个里面的东西哈，比个产行这样，反正要剪掉它，要剪掉它。这个是最外面，对，这样子它才不会那么大只。好，来，我这里很像，这个好像还没绑好，绑好你们来我就，停下来，好来。这样哈，对，等，它才会很紧，对，这样哈，等，你会听吗？拉，是拉，对，一方面学啦，一方面写等是拉，拉再转的意思啊。哇，你学会很多呢，学扫把，学讲话。把它折掉，对不对？对。太多了吧？所以这个最外面的阿嘎都能，你一定要藏起来，那里面的要剪掉，大概要剪掉5、6根有了，这样，是，然后呢，你分开来了以后，该剪的你就给它折断，没关系，这样。以后都不要买扫把，然后我到你们的家里去看有没有用这个东西去扫。扫房间，满房间的啊。对，都很好，只要不要用湿它，不要用湿，它就不会马拉霍的这样。好，5个这样一起，好，你们先去做你们的，去刷它的毛，可是。